今日6日早上8時35分，警方接報指，港鐵屯馬線一輛往烏溪沙方向列車至荃灣西站時，有外置充電器突然起火，疏散約400人到月台。事件中無人受傷。現場消息指，外置充電器屬於一名男乘客，面積約5厘米乘5厘米，1碼 M， 購買約1個多月。外置充電器當時放在男乘客的斜孭袋內，期間突然冒煙起火，於是男乘客將他吊在地上並報警求助。開窗！